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仔透早一只挂北角船牌这中国货船泊伫咧台南外海，咱海巡拄则要去赶，随着接到中华电信的通报，讲附近的台北3号电缆哪像搁去往拖登去，事关国安，咱海巡是马上搁出动，甲押转来安平港接受调查。 巡防艇挖进货船了后，海巡人员无顾风影，准备爬起货船，因为这只船涉嫌拖长太平3号海缆。目前第2名人员平安登艇。海巡署2号透早先发现这只德国籍中资货轮伫台南周边海域路顶滞留，随广播赶走并全程监控。尾仔接到中华电信的通报，太平3号海缆伫将军渔港西北方6海里，互人人为破坏，怀疑就是这只货轮做的。中岛甲船押回安平港调查。加派旗津舰。 还有150锅艇赶往来增援。那我们发现这一艘船的 AIS 船号跟它的船名不符。那后续全案依国安层级来处理原则，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 海巡上船所证，货轮的外观船名显示是神秘七，不过海巡拿载时阵船名是丰台168，AIS 显示丰台58。押送途中，船员嘛真侪改替换外观船名。军事专业是查到，这只货船伫1个月前就点伫南部海域。它在左营港的外面大概有1个月左右啦。 22号离开锚地，然后到嘉义布袋的附近，它有可能第一个目标是台澎2号的海缆，后来才转成台澎3号。海缆一直互人破坏，海友会要求海巡署把咱国海缆警戒区域列作重点海域。太平3号海缆虽然发生全长的障碍，不过台湾连接澎湖、金门还有3条海缆，司法部已经要求中华电信调度其他海缆转移通讯等服务应用。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市棒球场的鉴定报告无过关，市府是挖出大量的营造废弃物。检方今是派人去到现场会勘，嘛表示讲会分案来侦办。因代理市长邱成远嘛呼吁监察院应该爱彻底调查，嘛强调一定甲棒球场这件代志处理好势，维护市民的权益。 头内底因看到废弃的铁啊，也无涂胶。另外一边，个因看到过来塑胶管啊。新竹市立棒球场因为结果鉴定报告显示无够安全标准，市府展开复图移除作业，锁定外野区域挖出大量营造废弃物。新竹地检署2号指挥新竹市调站，会同相关单位到场会勘。 检方表示，已经分案侦办，会调查球场施工过程中是不是违反放废弃物或者是其他不法行为。乌条白蕉、钢铁、暗土、废电线、砖啊、塑胶这人造废弃物，代理市长邱成远呼吁监察院爱调查清楚。安全第一，厘清真相，尽速重建是市府一贯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也呼吁检调跟我们的监察院要能够尽速厘清相关的真相。 民代也拢到场，国民党机关吴玉峰质疑废弃物是毋是外分回吞，抑个强调总算机会挖出来互大家看。不过民进党机关闹空嫌批评市府将原本符合规定，而且囤伫下站的村的土石挖出来，甲顶站的山土故意参出回讲。原本在挖掘内野的覆土，为什么突然间跑到外野去挖掘符合规定？ 把下层的营建剩余土石方跟上层的沙土混为一谈，我们就也合理怀疑，你是还把其他的废弃物一起埋进了进来。这样一个国际的棒球场下面埋这些东西，在一般市民眼中就是不合理的。不过，市府回应，回屯的物件无符合就地回屯规定的材料，按照原定施工计划，移除土石施工时间差不多4到5个月。现场挖出发现，不是棒球场土产规范的囤的物件，市府会继续确认回屯的范围。承包商骨架营造，这个进前打电话无人接，暂时无针对这代志来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信义区夜店杀害警察的罪犯叶宝宏，正前向质疑讲，因为靠这老母自亲名册叶淑款的关系，才有特权，才会当调去怪无血检的这台东外一监来服刑。如今是去检方来抓到证据，讲因的老母叶淑款有去甲监所人员讹洗，移送侦办。 在伫廉政馆边啊，就是资深艺人叶秀宽，以向向互带回去约谈，表出这是和因后生有关系。多年没有一起聚餐过，就那一天而已。
夜小馆的后生叶宝宏犯下性疑夜店台警察案，获判刑确定了后，要转去外夜间。不过，苏东市的相关审查要逼出造假争议，但佫发现背后确实有问题。他是第一次承办这个业务，因为观察乐界不会算入累犯的一个犯次，所以说以自己造成他误会。迄阵的矫正署高层捌亲身上火线回应审查并不是造假，是甲方一时的疏失。不过这回检方发现，叶小宽疑似涉嫌诬陷甲方，互叶宝宏下当去外夜间服刑。而后这波行动唔但约谈叶小宽，也朝台北家角等所在，加真侪位检所人员带回去。该间系在上午配合检联单位入线调查。那本署也有嘱咐该间全力配合。北监是几位被约谈啊？这个目前案情因为仍待检联调查厘清。检所标出诬陷案常常发生，捌因为600案离家服刑的东兴总裁王玲玲，都标出诬陷甲政官伫家中享特权。金门家角也有管理员涉嫌替其爱毒贩传话，互按照涉密来判刑。目前违法的问题真多，到底要安怎防？公务体系，尤其是在警察跟监狱里面的行贿基本上没有那个1个2个，一定都是怎样？有的话全部大部分都有收了。那如果大家都有问题的时候怎样？就不容易爆发啊。它往往都是结构性的问题，就在这里。其实外夜间条例已经伫准年加严标准，除了有关申请人选的服刑刑期，也排除重大暴力等犯罪受刑人申请。上路这1年外，立法院又搁修法，适当放定人选的资格。不过有学者认为讲，关键是伫欠外部监督机制，相关的决策无公开透明，加伫司检所的诬陷案和问题一直发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的新会期，行政院长杜永泰来做施政报告，除了讲到打诈骗、反毒品、稳定物价，嘛搁再提起总预算案。反问国民党到底内底倒一项是恁感觉无重要的？这摆是敢是就要提出复议？这杜永泰嘛强调，会合法合宪来提出救济。行政院长杜永泰一上台，就互国民党的立委抵制，民进党的立委赶紧反制，话讲要开会，场面真乱。杜永泰敢来当上转去伊的位，立法院长韩国瑜出面维持场面，抵制行动无10分钟就结束。杜永泰重新上台做施政报告，强调国内有5大要紧的问题：人口对策、拍诈骗、反毒品、人才人力、稳定物价、甲能源转型。不过，雄雄讲到总预算案的争议，然后再经过大幅的删减，我们的今年预算就会比去年少，6度的预算都在增加，但是为什么中央政府的预算却必须要比去年少？难道我们新增的这个项目都不要做吗？哪一项不重要？总预算的局面要被解决，外界预估行政院提复议的时间点可能伫27行政院会。不过，杜永泰跟他回应，搁咧研究合法合宪的救济，也向朝野话声讲，团结比啥拢较重要。不过到施政的即阵，总预算案搁正做哪位甲杜永泰对下的话题。去年互你80块啊，有鱼有肉啦；去年互你100块啊，恁大家咧办倒啦；今年互你120块啦，你讲无钱买有钱纸，大家咧骗吼。情绪性的谩骂哈，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合理的跟你做政策的讨论。您认为您是史上最什么什么的院长？来，最富裕的院长。富裕啊！哦，富裕啊！复议最多的院长，您是史上最难为的行政院院长。因为立法院的新会期，那也讲要推民生法案，话声讲兴护劳工7天假。不过，杜永泰表态讲，固定假日几天的调整必须要对国家有意义，才会当采取全国一致的原则。也希望以社会付出成本上低来增加，会当公开理性讨论。那内政部长刘世芳是希望维持即卖状况，强调劳基法规定的工时已经和军公告同款，制度要建立要有共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今日国内重点消息，民众党立委吴春成推动总世代法案，因为可能质疑讲无利益回避，今日是宣布辞掉立委的职务，由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树斌来补位。民众党是强调不该抹黑总世代，面对超高龄的社会，一定要有所行动。国内流感疫情顶礼拜是超过13万人次去就医，其中这死亡案例是搁一个约2岁婴仔来死亡。较真了后是正抗病毒药啊，有关是救袂转来，对感染到死亡是无到1礼拜，是这波疫情当中上细汉的死亡案例。
进前，这台北捷运有人摕米缸刀啊，伫咧车厢内底挂纸，引起众人的惊吓。捷运公司嘛提醒讲，这种行为已经算是违规。只要是入来车站，不管是大细支的刀啊，拢爱收起来。违规上当，会当罚到100万。继续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川普是已经讲明讲要直接甲罗西亚来桥，拒绝乌克兰甲欧洲国家来参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即马是大胜来出头，随出发去甲川普来见面，总算双方是敲出共识，会当互欧洲国家来参加和平协议。那最后是讲有成欧洲国家买来派部队进驻乌克兰。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地主美国总统川普有讲有笑，不过马克龙这届前往华府会见川普，有真严肃的议题要和美国沟通。除了美方将要施行的真重的关税，上互欧洲国家感觉不安的，就是川普政府在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的问题顶面，先和罗西亚会谈，甲乌克兰和北约组织的欧洲会员排除在外。北约的欧洲盟国也认为讲，欧洲唔但必须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有地位，未来也要参与进驻乌克兰的国际伊核部队。关于这点，马克龙和川普会谈了后，有相当程度的共识。Et donc, une fois qu'il y a une paix solide, durable, négociée, signée par l'Ukraine et la Russie, dont nous serons collectivement les garants, la France a travaillé avec le Royaume-Uni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pour dire nous, on est prêts à contribuer. And European troops may go into Ukraine as peacemakers. So when the agreement is done, they can watch that everything is followed properly.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problem. 另外，包含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的主要国家，拢认为针对未来局势的发展，欧洲是定着爱提悬国防预算，扩大军备，加强防御能力。对北约组织欧洲会员国想要派兵进驻乌克兰伊核，罗西亚媒体引述总统普京的讲法指出，除非有联合国正式的授权，罗西亚无接受任何北约组织会员国的部队出现伫乌克兰境内。那美国和罗西亚会谈，排除乌克兰和其他欧洲国家。普京是指出，美国和罗西亚外交首长伫沙烏地阿拉伯的会谈，佮有当日安排的高峰会，主要议题是改善两国的关系，和其他国家无地带。也那后续有关结束战争和和平协定，协商的过程当中，包含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这是真自然的代志。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今日讲到这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是已经拍3年啊，联合国大会甲安全理事会伫咧2月24有分别做出相关的决议，其中伫咧安全理事会通过是美国版本内底是并无讲明罗西亚就是侵略者，无去承认讲乌克兰的主权，敢若讲是要互战争赶紧来结束。另外一方面，联合国大会上大的无同，就是乌克兰甲欧盟国家有搁加一条。会约就爱坚定支持乌克兰，嘛要求罗西亚爱承担战争的罪责。因为这两项表决上大的无同，那以这国际法来讲，也都爱是这安全理事会决议，才真正有效力。联合国安理会第24开会表决由美国提出的草案，呼吁赶紧结束俄乌冲突。不过美国是无讲罗西亚是侵略者，也无明确承认乌克兰的主权，敢若表达中立的立场。落尾的投票结果是以10票赞成、5票弃权通过。也那会当注意的是，罗西亚甲中国拢对此投下赞成票，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和罗西亚的立场同款。不过美国的长期盟友，包含英国和法国，拢选择弃权。The United States sincerely appreciates Council members' support for this resolution and applauds the action. No peace will be sustainable without Ukraine's consent. 外交人士解读讲，美国伫安理会草案含投票意向，显示川普上任了后，进前美国政府声援乌克兰立场已经转向。伫俄乌战争的议题顶面，川普公开和欧洲的盟友见面，也当咧寻求修复和罗西亚的关系。另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国和法国拢有否决权，毋过拢投弃权。显然是因为因无愿意对美国使用这项权力。弃权的。同一天，较早的时阵，乌克兰代表伫193个会员国的联合国大会顶面提出和欧盟共同起草的决议，包含罗西亚撤军、实施全方位的永久和平、和罗西亚承担战争罪责等等3项诉求。大会以93票同意、18票反对、65票弃权批准。不过，投反对票的国家是包含罗西亚、美国和以色列等等，中国是投弃权。
Призываем всех, к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хочет добитьс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мира на Украине, не дать просроченному киевскому князьку и его кукловодам сорвать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мые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усилия.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会当注意的是，过去伫联合国的投票，罗西亚通常会否决由美国所主导的决议。不过，这两届的决议，美国和罗西亚立场是同款。另外，联合国大会决议虽然有分量和道德权威，不过却无法律的约束力。因那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对15个会员国有国际法顶面的效力。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因为家己是伊斯兰的教徒，反对食酒，就甲因国内酒的税金甲提悬到70%的重税。即马煞变做讲，这百姓为着要省钱，走去买私人酒，结果食着假酒的人是愈来愈多，上无是已经造成133个人死亡。Bu kaç lira abi? O kaç 35'lik mi? 570. Al sen istemiyorum abi. 人客将这罐无够350毫升的威士忌摕起来看，门头家介绍，听到了，搁甲伊放回去。伫咧欧洲国家直咧看到的拉克酒，伫咧土耳其卖介绍比人悬3倍。原本生产的成本是大票324块，而且加特别消费税，还有征达税，介绍变做大票900块，干那税金就要加70%。İnternet üzerinden etil alkol alıp, etanol alkol alıp kendileri yapmaya çalışıyorlar. Bunun da ayarını tutturamadıkları için de vatandaş zehirleniyor. 安卡拉当局讲，今年甲单全国因为啉假酒中毒死亡的案件超过100例，真侪消费者因为通膨、钱变薄，无在了买这么贵的酒，就家己叫酒来啉。O tanıdığın yerden, güvendiğin yerden alıyorsun. Onda bir şey yok. Ya da dozunu kaçırmayacaksın, iyi ayarlayacaksın. Yani gramına koyacaksın. 有人是买私酒来啉，也有可能啉到甲醇。Bir çocuk için, küçük bir çocuk için 20 ile 30 mililitre arasında metil alkol öldürücü bir dozdur. 啉假酒死亡的案件愈来愈多，警方伫咧包括伊斯坦堡甲安卡拉10几个省，查到几多万公升的私酒，加几多10台蒸馏机。公安也讲抓到几多个人，验过假酒疑犯正严重。全力反酒的穆斯林总统埃尔多安，伫进前就讲要进一步对混酒扣税。专家甲业者认为，酒的介绍起价是因为货币波动、通膨严重，还有税收愈来愈悬。这么酒贵，真侪民众就去买私酒，也有也或是啉了身体无好的代价。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天主教宗彭济各最近是因为肺癌的问题来住院，传出讲病情无乐观，加在疗养了后已经有控制落来。因为这事实上，这88岁彭济各这几年来，敢若是巴肚就动过2届手术，脚嘛已经无啥方便。去年2024年就发生讲教宗伫咧上台时险险啊跋倒，伫厝内已经慢慢摔到乌青银花。不过虽然受到病痛折磨，教宗犹原是对教徒是真关心。只要病情有较好势啊，就坚持会当亲身来主持公务。车伫病院的阳台向信徒下手致意。教宗最近破病，2021年84岁第一届动结肠的手术的时，健康就已经传出警讯。Sono contento di poter mantenere l'appuntamento domenicale dall'Angelus anche qui dal Policlinico Gemelli. Vi ringrazio tutti. 教宗苏东时犹原挂念，每一个礼拜日主持的弥撒祈祷活动，坚持伫病院的阳台出现。伊甚至掠条每一个和民众亲近的机会，坐轮椅去看体伫眠床的病人。记当年教宗传出脚头虎无爽快，不过伊犹原伫公开场合客家伫讲爽笑。È una cosa passeggera. Dicono che questo solo viene ai vecchi e non so perché è arrivato a me, ma non so. 不过后来教宗出访马尼他登记的时已经改用升降装置来协助，了后多数的公开场合，伊拢爱骑拐啊，或者是用轮椅，有时阵看起来行甲真艰难。去年9月出访巴布亚纽几内亚时，伫台顶阁险险跋倒，互人真烦恼。然后伫2023年，教宗阁再动巴倒手术，也因为身体无爽快，只好取消部分的出访行程。民间传讲教宗想要请辞，不过伫伊一届的专访的时，伊是安尼讲的。 No, per il momento no, davvero. Ma arrivato il momento, quando io verrò che non ce la faccio, lo farò. Il grande esempio del Papa Benedetto
高宗因为脚头骨问题受苦，搁常常传出伫厝内跋倒意外。去年12月，伊出访法国时，就互发现下骸有明显的乌青。校长苏东时表示，伊是伫房间无细记跋倒弄着伤的。然后伫这进前，伊也捌因为肺部感染，改用录影来主持梵蒂冈的弥撒。高宗最近搁再因为肺炎住院，不过伊大概只要破病病情转好，就会随恢复工作。即届嘛同款，伊是暗时病情得到控制了后，伊就恢复处理公务，打电话予加沙教区。公司新闻张惠敏朋友。美国出名的非洲的女歌手罗贝卡·弗莱克2月24过身，享受是88岁。1970年代是以一条《Killing Me Softly》歌曲来称红。14届格莱美提名是头一届有才调，连续2届拢摕到年度最佳唱片歌手。伊优美歌声，卖永远留伫咧歌迷心中。Killing me softly with t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this song. 弗莱克这首真出名的歌曲《Killing Me Softly》，相信袂少人拢听过。伊以这首歌为主的专辑，伫1973年连续5礼拜将告示牌榜单冠军，互伊伫隔当年摕到格莱美奖年度最佳唱片、年度最佳歌曲，也甲最佳流行女歌手3大奖。歌曲到即马也是真侪人爱听。And I recorded that song in 1972. It won the Grammy for Song of the Year and Record of the Year in '73. And you can hear it all over the world to this day. So I'm just so grateful that a song that I'm associated with has lasted for over 2 decades. 弗莱克本来是古典钢琴家，伫教室以外，家去餐厅唱歌，美妙的歌声互人上着。不过，一直到1971年，克林伊斯威特伫电影《美不对魂》使用伊的歌曲《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才互伊互众人知。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I thought the sun rose in your eyes. 弗莱克隔当年就以这首歌伫格莱美奖真出名，回顾伊的音乐生涯，捌14届得到格莱美奖提名，提走5项大奖，包括2020年终身成就奖。伊嘛是头一个连续得到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肯定的艺人。不过2021年，伊公开宣布，家己去治疗筋肉揪束硬化症，互伊晚年无法度搁唱歌，而是不幸伫纽约厝内过身，享受88岁。不过伊优美的歌声会永远留伫歌迷心中。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